即马秋天的虎头蜂是真歹，大家若要去山区，就要特别注意咯。台中逢甲大学的登山社，昨要对南投山林溪前往嘉义阿里山的时，去撞到虎头蜂，拢总有10个学生去互撞到。另外，伫咧新北市双溪山区，今仔中昼嘛有7个游客互虎头蜂撞到，赶紧送病院治疗。 学生真细腻，划过树枝行落去。伫下晡，逢甲大学登山社24个学生对南投三林溪到嘉义阿里山的水游森林爬山，就是伫中途拄到虎头蜂，有6女4男互虎头蜂撞到伤。本局获报立派遣阿里山，还有申请南投县消防局、接同警察局、农业部林业署等搜救队伍前往搜救。 那经到达现场，初步做一个检伤分类，发现有10个人遭风来蛰伤，其中有2名这个呼吸急促的情况，但是皆意识清楚。7名山人暗暝摸拢无看，路顶遥远，警消结合真侪单位去救援。伫2日透早将近5点，即个学生送落山就医。由秋天是蜂群自受探死的季节，虎头蜂上多也上歹。最有森林步道定定出现虎头蜂去叮到人，农业处委托嘉义县救援协会去甲蜂收挽掉。 大部分人看到虎头蜂他会害怕，会用东西把它挥走，就会造成虎头蜂分泌赛洛蒙，然后召集很多那个蜂群过来，开始对群众攻击。建议就是看到虎头蜂，就是静静的迅速走开。 相关是拄到虎头蜂，离新北市双溪的灿光寮步道有8个民众伫爬山的时阵，互虎头蜂攻击，有7个人互撞到，赶紧送病院，加载人有清醒。消防局提醒，看到虎头蜂会使用伞甲头壳砍掉咧，赶紧离开现场，莫讲话，尽量莫动手去会走，万一互撞到了后，会真选心肝皮肤彩，是毋是过敏性？分期这情况，赶紧送病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